讲一个好消息，台湾的唱歌队出国比赛摕金牌，依然一间摇唱唱歌队，这进前伫中国福建的漳州挑战龙海唱歌，挖开坚强的实力。修炼线呢，这个算是包办前3名，头1名以1分40秒的速度打破大会纪录。选手嘛讲，这个龙海唱歌比台湾的唱歌更加困难，当时是咧拼硬拼，加在有成功。这个队伍伫台湾的战绩嘛非常的好，是另外一种的3冠王。卡唱美丽，背甲前进，对口甲清气溜溜的高跳，敢若卡镜头出来，将叉跳掠安安。短时间，到爬起哩到高跳顶悬。因是来自宜兰的台湾队，到福建漳州龙海来唱歌，一摆包办前3名。其实我在上面呢，它那个砧板是没有办法直接抓握到，所以我要上去要灵机应变。来自宜兰摇唱队伍，以1分40秒打破大会纪录，摕下第1名。伊跟队的2个队友更加是分别摕下第1甲第3名，不过这过程是真惊险。左手抓住里面的的绳子放开，直接抓到最外面，这是一个有点赌的成分，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只能1次的机会。就是这个关键，双手拢已经天高上开，选手上阵时机，双脚大力一个天，身躯照力往头前顶，成功攻顶。含咱台湾传统的唱歌高跳拢是有有无同，中国龙海是一支滚滚的叉跳，而且伫这插棒期间拢无空棒。事实上，这个队伍伫宜兰头城和台南的比赛拢有真好的成绩。这摆更加伫中国龙海包办前3名，争做3冠王。唱歌的选手伫上场进前，拢已经过5个外国得分，如今更加互台湾的名字扬名国际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